小姐，你哪来呢？你敢毋是叫我等你？等我？叫你写批叫我。写批？哈哈哈！写批是写批嘛，总讲一句，你等我是假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希望你嫁予别人啦。嫁别人？免啰嗦，我真袂用，你请。不要！我你身边，就是声心爱的人，你甘愿的无听见，报名的用路，有缘的爱你。请你来原谅我，请你我会来变成这么凄惨的模样，也是为着啊，小姐，希望你去找别人，去找一个会当互你一生幸福的人啦。你哪要讲这款话啦？